各位街坊，歡迎嚟到維港夜話，我係你哋嘅老朋友。香港地風水輪流轉，娛樂圈同金融界嘅水歷來都係最深最着嘅。有啲人喺槍林彈雨嘅江湖大風暴入面全身而退，但偏偏喺風平浪靜嘅晚年，因為一念之差，搞到晚節不保。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案，無刀光劍影，無血腥暴力，但係震撼程度絕對可以話係震碎咗幾大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大家試諗下咁嘅一個畫面：2026年5月22號，香港東區裁判法院莊嚴肅穆嘅法庭月面，鴉雀無聲，連條針跌落地下都聽得見。裁判官周偉雄坐喺上面，面色凝重，手揸住幾十頁紙嘅判詞，足足花咗差唔多40分鐘，逐條逐句逐隻字咁將被告喺審訊期間提出嘅辯詞毫不留情咁撕到粉碎。最後裁判官望住犯人欄，冷冷咁講出嗰句震懾全場嘅說話：罪名成立，被告黃百鳴79歲，指使學促致他人作內幕交易罪成，押後到6月9號判刑，期間准以20萬港元保釋候審。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內幕交易最高可以判10年監禁，仲要罰一大筆天文數字嘅巨款。一個喺香港影壇打滾咗足足半個世紀，拍過無數經典喜劇，身家豐厚嘅喜劇教父，喺就快80歲，本來應該兒孫滿堂享清福嘅年紀，竟然又企喺犯人欄入面，以一個罪犯嘅身份聽住呢句宣判。當時法庭月面無人敢出聲，黃百鳴面如死灰，全程一言不發。宣判之後，佢喺個仔黃子環同埋助手嘅重重包圍同保護之下，匆匆忙忙行出法院。出面幾十個記者一早已經擔定梯，舉起細相機同咪牌湧埋去，閃光燈閃到好似敗奏咁。但係呢位昔日喺鏡頭前口若懸河、笑聲震天嘅老人家，面對住長槍短炮，只係默默咁舉起右手，輕輕揮咗幾下，一隻字都冇講過，上車走人。一大電影大亨嘅黃昏，竟然係以一個咁狼狽、咁不堪嘅姿態落幕。你話係咪令人不勝唏噓？要講清楚呢單震驚全港嘅內幕交易案，我哋唔可以淨係睇2026年嘅法庭，我哋要將時間線推返去2017年，而要明白2017年究竟發生咗什麼事，就必須要講清楚。一間公司，一個神秘買家，同埋一個經營咗大半世影視生意嘅老行軍，點解會喺70歲人嘅時候，突然間鬼揞眼，急住要鋌而走險？黃百鳴手頭上有一間喺香港主板上市嘅影視公司，叫做天馬影視。呢間公司本來計佢同國仔黃子桓喺2009年兩父子拍住上創立嘅。當初個如意算盤打得好響，初衷係想全面打通內地龐大嘅電影市場，將個餅做大，專攻合拍片。天馬影視在2015年成功在創業板上市，到咗2015年更加威水，成功轉去主板。個招牌聽落去閃閃生輝，但係做生意理想歸理想，盤數歸盤數。公司自從上市以嚟，業績可以話係江河日下，年年見紅。去到2017年，已經係連續3年錄得嚴重虧損。條數加加埋埋，實咗超過3億港紙。份財務報表難睇到一個點，股東日日炸成。喺商場同片場打滾咗幾十年嘅黃百鳴，點會候唔到入位？佢心知肚明呢盤棋已經行錯咗，與其計稅每個月燒人紙，倒不如壯士斷臂，個白武士接盤，自己套現離場，水難兼補品。買家唔係咁容易喎，兜兜轉轉咗幾次，終於喺2017年迎嚟咗一個千載難逢嘅契機。嚟嘅係一位財大氣粗嘅內地富二代，冇大成地產集團創辦人嘅獨生子。呢位後生仔身家閒閒地幾百億，平時最鍾意周街投資玩資本遊戲。
嗰時佢啱啱對五光十色嘅影視圈產生咗濃厚興趣，覺得搞電影好有面子，透過中間人穿針引線，呢位闊小終於接觸到黃百鳴，雙方喺5星級酒店嘅私隱包廂遇面，開始覓覓針，一個想賣學術新，一個想買學威水，兩邊一拍即合，好快就進入咗正式嘅收購洽談階段。但係黃百鳴萬萬估唔到，就係呢一次看似順利嘅洽談，竟然為佢埋下咗日後8年漫長調查、1年痛苦審訊，最終身敗名裂嘅禍根。時間來到2017年8月25號，這日係程丹案的死亡轉折點。嗰位內地買家為咗顯示誠意，向黃百鳴支付咗足足1000萬港元嘅誠意金。呢1000萬一落大，標誌住成個收購行動正式進入咗不可逆轉嘅實質階段。各位街坊，按照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寫到明嘅天條，黃百鳴由收到誠意金嗰一秒鐘開始，佢作為上市公司嘅主席兼控股大股東，已經牢牢咁揸住咗公司即將被全面收購呢一個絕對機密嘅內幕消息。你知內幕唔犯法，但係如果你利用呢個全香港股民都未知嘅消息去偷偷地炒自己公司嘅股票，又或者通水叫親戚朋友去入貨，咁就係犯咗天條，係刑事罪行。呢個常識，任何一個喺中環金融圈或者上市公司做過高管嘅人都一定清清楚楚。但係偏偏就係呢個喺大風大浪入面行咗幾十年嘅老行將黃百鳴，竟然喺呢個節骨眼做咗一個極度愚蠢、近乎瘋狂嘅決定。就喺收到1000萬誠意金嘅同一日，黃百鳴大筆一揮，開咗一張50萬港紙嘅支票。收款人唔係別人，正係佢嘅親細妹黃潔珍。50萬入咗阿妹戶口之後，黃百鳴似乎覺得未夠喉，跟住落嚟嘅日子，佢又陸續開多3張同一樣銀碼嘅支票俾阿妹，前後總共28萬港紙嘅真白銀，就咁源不絕咁流入咗黃潔珍嘅銀行戶口。錢過咗手，戲又就嚟啦。黃百鳴嘅手機 WhatsApp 開始一條接一條地發出訊息。後來證監會去到法庭，將黃潔珍部手機入面截取返嚟嘅 WhatsApp 記錄大白於天下，大家先知道對話內容有幾咁露骨。我幾條訊息全部都係關於買入天馬影視股票嘅清晰指示，咩價位入，買幾多手，指示精準到不得了，語氣斬釘截鐵。最致命嘅係發出呢啲指示嘅時間點同收購談判推進嘅每一個關鍵節點完美吻合，絲毫不插。法庭後來根據鐵證認定，收到阿哥指示兼且攞住200萬本金嘅黃潔珍即刻行動，陸續動用咗超過156萬港元喺市場上瘋狂掃入天馬影視嘅股票，總共買入超過900萬股。呢個世界無窮人，只有消息唔靈通嘅人。由2017年8月25號收到誠意金，去到10月17號，短個幾月，天馬影視個股價因為市場開始有風聲，累積升幅已經接近52%，而去到10月17號嗰日，股價更加好似實咗春藥咁，單日暴升47%，終於去到10月25號，謎底揭曉。天馬影視正式發出震撼市場嘅公告，黃百鳴同他家族持有嘅全部控股權，以每股0.319港元嘅天價全數賣給那位內地富少。黃百鳴家族合共套現4億8600萬港元，光榮隱退，全身而退。公告出街嘅第二日，股價毫無懸念咁再爆升12.5%，而阿妹黃潔珍手頭上嗰900萬股，喺短幾個月之內，賬面足賺咗大約103萬港元。呢個句如果由一個普通旁觀者嘅角度去睇，簡直係天衣無縫，乾淨利落。黃百鳴由頭到尾都冇親自出手喺個市度篤手指炒股，全部由親侍美代勞。佢自己只不過係開幾張私人支票，發幾條閒話家常嘅 WhatsApp，表面上
堂堂上市公司主席同呢單炒股獲利事件大纜都扯唔埋。但是韓伯明太小限，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威力，證監會班查數精英，由2018年開始就已經聞到嘈，盯上咗呢單極度異常嘅交易。佢哋唔係查一日兩日，而係查足足7年嘅水磨功夫，為的就是要將那幾條看落微不足道嘅 WhatsApp 訊息，那試裝過數嘅支票，那段股價極不尋常嘅異動軌跡，和整個收購交易嘅時間線，一格一格咁砌反埋一齊。佢哋要證明一條無形但係堅不可摧嘅因果鏈。黃伯明通水俾細妹，鐵證如山，斬都斬唔斷。2025年2月，證監會揸住雷神之願，正式喺東區裁判法院對黃伯明提起刑事起訴。同年8月，黃伯明堅持不認罪，案件正式開審。喺成個漫長嘅審訊期間，控辯雙方嘅星級大狀喺法庭入面唇槍舌劍，打咗無數場無硝煙嘅仗。其中最激烈嘅一個主戰場，就係辯方極力挑戰證監會由王潔珍手機提取嗰批 WhatsApp 記錄嘅合法性。辯方大狀試圖用盡各種法律啦，話取證程序有問題、侵犯私隱等等，想將呢份最攞命嘅證據踢出局。但係法庭最終目光如炬，採納咗控方嘅立場，裁定所有相關證據合法有效，完全可以呈堂。去到黃伯明親自企上證人台，為自己嘅行為作供解話嗰陣，成個法庭嘅氣氛就變得極度抽現實。一個派咗幾十年喜劇嘅金牌編劇喺法庭上講出嚟嘅辯詞，竟然比佢自己寫嘅劇本更加荒誕。佢究竟點解釋？第一，佢話過數俾阿美嗰200萬根本唔係用嚟炒股，而係因為家族喺內地有啲物業要處理，啲錢係俾阿美去做水腳，幫屋企人打點嘅。佢誓神劈願話自己絕對唔知阿美會私自拎筆錢去買天馬影視嘅股票。第二，面對住嗰幾條白紙黑字教人買肉嘅 WhatsApp 指示，黃伯明拋出咗一個震驚全港嘅解釋。佢話佢同阿美由細到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溝通方式，就係講反話。佢舉例話，阿美細個喊嗰陣，佢會話盡情喊啦，其實心入面嘅意思係叫佢唔好喊。所以當佢喺 WhatsApp 入面打盡買，快啲入貨，其實真正嘅意思係警告阿美千萬唔好買，嗱嗱臨放晒佢。第三，佢仲辯稱，雖然收咗1000萬誠意金，但係佢當時主觀上覺得呢單收購最終都會揩氣，因為之前已經試過2次傾到七七八八，最後告吹，所以喺佢心目中呢個根本唔算係一個必定成事嘅內幕消息。各位街坊聽到呢度，你係咪覺得好似睇緊家有死時或者最佳拍檔月面啲無厘頭橋段？但呢度唔係片場，係最高級別嘅莊嚴法庭。裁判官高偉雄喺寫判詞嗰陣，對呢啲侮辱人類智慧嘅辯解，直頭係毫不客氣咁兜巴星落去。高官用咗既荒謬又牽強、不合邏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呢啲極度嚴厲嘅字眼去形容黃伯明嘅口供。裁判官一針見血咁指出，黃伯明作為多間上市公司嘅主席兼控股股東，身經百戰。任何一個有理智嘅上市公司高層都絕對唔會無啦啦叫自己屋企人大量買入自己公司嘅股份。裁判官仲話 WhatsApp 頁面寫嘅價位指示同收購談判推進嘅時間點夾到天衣無縫，呢啲係極度精準嘅內幕指示，絕對唔係咩兄妹之間嘅講笑或者反話。法庭突出唯一合理不可抗拒嘅推論，就係黃伯明的確係以主席身份知法犯法，指使細美王潔珍欲使圖利。去到求情階段，代表黃伯明嘅資深大律師可以話係傾盡全力打盡感情牌同貢獻牌。
大將一口氣向法庭呈上足足21封星光熠熠嘅品格證人信，寫信求情嘅網人包括 TVB 高層樂易玲、派過反貪風暴系列嘅著名導演林德祿，仲有多位立法會議員同埋電影圈嘅重量級人馬。每封信頁面都洋洋灑灑咁寫滿咗黃百鳴呢大半世人對香港影視圈不可磨滅嘅巨大貢獻，懇求法庭睇喺佢年事已高、對社會有功嘅份上，網開一面，從輕發落。大狀仲出示埋個數文件，證明黃百鳴喺新冠疫情最嚴峻、社會最艱難嘅時期，曾經二話不說，自掏腰包捐落500萬港幣出嚟做賑災善事。辯方律師仲動之以情咁話，黃百鳴自從2018年被證監會盯上，開始接受馬拉松式調查以嚟，成個人嘅性格出現咗180度大轉變，由以前嘻嘻哈哈、開朗樂觀嘅喜劇教父，變成一個鬱鬱寡歡、提心吊膽嘅阿伯。甚至因為壓力爆包要長期睇精神科醫生。喺審訊期間，佢仲試過喺街上被不明來歷嘅陌生人滋擾同恐嚇，連帶哈迪加里人也都受到極大嘅精神隔膜。法庭對呢啲求情背景表示理解同關注，但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不抵國。法官最終無改變有罪嘅裁決，判決一出，香港證監會法規執行部主管隨即企出嚟發表聲明，語氣簡短、冰冷而強硬。這宗案件再次證明，無人能夠凌駕法律之上，任何成色的內幕交易都會嚴重濫用投資者的信任。證監會必定毫不猶豫地對違法者採取果斷行動。呢句說話表面上係講俾記者聽，實際上係指桑罵槐，警告緊全香港中環嗰班平時自以為可以隻手遮天嘅上市公司高管，唔好以為你有頭有面，我就唔敢越你。而單案最悲情嘅人物，莫過於嗰個開門收咗阿哥200萬，喺手機頁面覆咗句收到去買股票嘅阿美黃潔珍。佢最終無奈成為咗成單案最致命嘅關鍵證人。當年證監會班調查員突然踩上門搜查，佢部手機當場被沒收，甚至被逼交出解鎖密碼，從此佢嘅人生天翻地覆。阿哥借佢個名過橋，借完之後留低一個爛攤子俾佢，自己就坐上咗被告席。嗰103萬嘅賬面利潤，比起佢呢7年嚟擔驚受怕，俾人查家宅、上庭作供嘅折磨，你話抵唔抵？真係得不償失，步限終生。講到呢度，大家一定會生報頭。黃百鳴一個咁精明、咁識計算，經歷過香港電影圈最黑暗、最混亂嘅黑社會入侵時期，都生存到落嚟嘅網人，究竟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到今日呢個晚節不保嘅地步？又拆解呢個人嘅心理，我哋必須要由頭講起，睇下一個窮家子弟係點樣爬上神台。黃百鳴本名黃柏明，1946年4月8號出生。佢出世嗰陣嘅香港啱啱打完仗無奈，百廢待興。佢住喺香港島上環皇后大道西一座，今日已經砌到連磚都無剩嘅舊唐樓入面。祖籍廣東鶴山，屋企5個弟妹，佢係大哥哥。本來樓道喺上環做布匹生意，叫做有2餐溫飽。但係好景不常，黃百鳴仲讀緊小學嗰陣，老道生意失敗，爭人周身債，家道中落，一家戚好地重，但突然全部壓落阿媽一個女人仔的膊頭上。為咗減輕屋企負擔，黃百鳴中學時期已經有辦工讀，日頭去打雜工賺錢，夜晚先去夜校捱演訓讀書。17歲夜校畢業，佢膽粗粗去咗一間印度洋行做最底層嘅初級文員，人工少到可憐，但佢好肯捱，每日最早返工，最遲收工。印度老細點去做咩，佢都毫無怨言。憑住呢種搏命精神同埋轉數快，慢慢由低做起，去到24歲嗰年，佢已經奇加班咁升到做經理，
富謝洋行最肥嘅買辦事務，每個月收客商用金，月入過萬。大家試諗下，嗰個係1970年代嘅香港啊，月入過萬係一個咩概念？當時普通打工仔一個月都係得幾百銀人工，過萬銀絕對係高級中產嘅水準，買樓都夠俾首期有圖。照計一個由上環爛唐樓行出嚟嘅窮家子弟，捱到今日呢個地步，理應安分守己，好好守住呢份金飯碗，娶個老婆，生幾個細路，平平淡淡過一世。但係黃百鳴古紙入面，從來都唔係一個安分嘅人，佢心入面一直有一團火。由中學時代開始，佢就已經中咗話劇嘅毒。讀書嗰陣，佢迷上咗舞台表演。高中畢業後，佢甚至顛到每個禮拜搭全國大蟹，去澳門嘅綠村電台做兼職播音員，喺收音機入面聲演天空小說。後來澳門社會動學，發生咗123事件，電台倒閉，佢唯有返香港。但佢冇放棄，佢聯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自己夾錢搞咗個業餘話劇社，頻頻喺香港大會堂租場公開演出。洋行經理份工只係為咗賀色，話劇先係佢嘅靈魂。佢樂此不疲，其後整整10年，佢甚至喺社區搞話劇培訓班，出錢出力發掘同培養新人。就係喺呢段期間，佢發掘咗大批日後縱橫香港影壇嘅幕後精英。其中最出名嘅一個係一個當時得15歲，成日流鼻涕嘅男仔。呢個賢仔跟住黃百鳴學咗好幾年戲劇，偷盡師傅嘅喜劇節奏同橋段。呢個壯仔後來成為咗香港賀歲喜劇史上最重要嘅大導演高志森。80、90年代，全香港人年年初一拖男帶女行玉四縣，睇嗰啲笑到飆眼淚嘅賀歲片，好大一部分就係出自呢位當年嘅15歲淫仔手筆。洋行經理做到20幾30歲，人工穩定，前途一片光明。但係戲劇嗰粒種子已經喺黃百鳴心入面生根發芽，佢終於按捺不住。1978年30出頭嘅佢做咗一個破釜沉舟嘅決定，攞晒自己洋行儲落嘅老婆餅，自資開拍人生第一部電影《船過》。結果呢，仆到直一直蝕細品，唔係小蝕，係蝕到連佢間製作公司都要即刻清盤解散嗰種慘烈。點嘅？因為佢當時淨係識寫劇本同做戲，對電影後期製作流程、沖印菲林、剪接配音嘅成本完全一竅不通。透戲拍到一半，先發現條數根本兜唔住，嚴重超支。換轉係一般人，受咗咁大打擊，老婆本都輸埋，肯定即刻金盆死手，死死地氣反住印度洋行敲門，求老細俾返份工佢做。但黃百鳴偏偏行咗一條旁人覺得不可思議嘅絕路，佢無單止無反轉頭，反而錯地辭咗洋行份優差，主動敲門入咗一間電影公司，由最低位嘅基層做起，場記、搬道具、寫飛紙、製劇本、副導演、製片，佢乜都肯做，乜都肯學，由頭由零開始摸索電影工業嘅運作。而佢入嗰間電影公司，正正係由2位奇人麥嘉同洪金寶合組嘅嘉寶電影公司。就係喺呢個片場，佢結識咗留住光頭、講嘢極具喜劇感嘅麥嘉，同埋擅長模仿查理作別林嘅喜劇天才實天。呢3個人嘅相遇，好似可星撞地球咁，擦出咗改變香港電影史嘅火花。1979年，黃百鳴、麥嘉、實天3個人決定自立門號，合組咗份鬥影業公司，個名改得好老土，好實在。但佢哋3個人當時真係嗌更抵夜咁奮鬥。第一部創業作《無名小卒》，票房收100幾萬，殺入年度票房榜前50。第二部《瘋狂大老千》，票房爆上300幾萬，直接殺入年度前10，勢頭大好，震驚業界。正所謂時勢助英雄，呢個時候一個超級大金主出現咗，
當時香港有個實力極其雄厚嘅院線大老闆，九巴黎士家族嘅雷國坤，金公主院線老闆。佢一直喺市面上物色有潛質嘅創作團，再去對抗邵氏同嘉禾兩大巨頭。佢睇中咗奮鬥影業呢三個滿腦子奇謀妙計嘅窮小子，主動上門掟出大筆資金注資改組。1980年9月，香港電影史上最傳奇嘅廠牌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背後有黎老闆龐大嘅院線資金撐優。新藝城嘅股權份陷係咁嘅，麥嘉佔最大股份係大老闆排第一，薛天排第二，而黃百鳴股份最少排第三。雖然股權有大細，但佢哋三個絕對係新藝城無可替代嘅創作核心。新藝城後來創造嘅票房神話，香港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係好少人知道呢間公司最核心嘅靈魂，其實係一個叫做奮鬥房嘅地方。呢個係三個窮光蛋創業時代留落嚟嘅死規矩。當年麥嘉住喺美孚新村，每日夜晚11點，當全香港人都準備上場瞓覺嗰陣，一班大男人就會鬼鬼祟祟咁魚貫走越麥嘉嘅住宅，閂埋門喺客廳度開始渡橋，諗劇情，導笑位，導到天光，導出一個好橋，大家就派台大笑；導唔出就互相爆粗互拆。呢班每晚喺奮鬥房入面激戰嘅人，除咗麥嘉、石天、黃百鳴之外，後來仲加入咗柳爺、徐克、女強人、施南生，轉數快過閃電嘅曾志偉，同埋音樂才子泰迪羅賓。呢7個人就係後來被香港傳媒神化咗嘅新藝城7怪班底。7怪呢個名聽落去就好似武俠小說入面嘅絕世高手咁好聽，大家平起平坐，稱兄道弟。但係講真嗰句，商場如戰場，內裏其實分得好清楚，3、6、9等。麥嘉係手揸尚方寶劍嘅大老闆，背後有金公主嘅重金支持，佢股份最多，有絕對嘅話語權同最終拍板權。實天排第二，資歷深厚，而黃百鳴只係佔最少嗰一細份股權，係3個創辦人入面最冇牙力嗰個。至於徐克、施南生、曾志偉、泰迪羅賓是位懵人，嚴格嚟講，佢哋喺新藝城根本連股份都談唔上，更多係以高級打工仔或者好兄弟嘅身份參與其中。江湖傳聞，曾志偉有極長一段時間每晚喺奮鬥房入面出謀獻策，仲要落場客串演出，俾人鋪頭做下把位，但竟然連具體片酬都冇同麥嘉正式傾過，純粹係講個信字，靠義氣同交情撐住。7個絕頂聰明嘅天才共在一條船，喺同一個竇入面渡橋，但身份、利益同分紅比例就差天共地。呢種先天性嘅利益不均同階級差異，注定咗新藝城呢個神話遲早有一日會因為分贓不勻而灰飛煙滅。古語有云，能夠共患難，未必能夠共富貴。當大家由無名小卒變成億萬富豪，當利益真正起衝他嗰陣，又點會再同你共進退？當時奮鬥房嘅牆上面掛住一幅好大嘅橫額，上面寫住4隻大字：長江後浪冚前浪。呢句口號本來係用嚟激勵大家去打低邵氏同嘉禾啲老鬼，但點估到最後呢股後浪竟然係沖垮咗佢哋自己。而最諷刺嘅係，黃百鳴呢個當年股份最少、話語權最細、成日俾麥嘉實天壓住嘅老山，竟然係3人入面唯一一個選擇留低喺電影圈死守，獨自撐起半邊天嗰個。出走新藝城之後，佢反而越做越大，越做越強，成為咗香港影壇最後一個仲喺第一線呼風喚雨嘅大亨。人生就係咁吊詭，輸在起跑線唔代表你行唔到終點，哨到最後嗰個先至係真正嘅贏家。凡
返去80年代初，7個怪人喺美孚新村嗰間房入面徹夜不眠，諗出嚟嘅係一套接一套，令香港人排長龍、打蛇餅、買飛越戲院嘅劃時代巨作。1981年，由徐克執導，黃百鳴親自操刀編著嘅《鬼馬智多星》，以瘋狂爆笑嘅節奏打破常規，票房一舉突破700萬大關。兩個人更加分別在台灣金馬獎勇奪最佳導演和最佳編著。呢一仗算係正式為新藝城呢個金漆招牌喺全亞洲打響咗名堂。但呢啲只不過係頭盤，真正令香港電影邁越黃金新紀元，震懾成個亞洲嘅係1982年嘅無敵神作《最佳拍檔》。呢套是由黃百鳴親自執筆寫劇本，新藝城可以話係傾盡家財，砸出大腰800萬港紙嘅天價成本去拍，結果首集香港票房狂收2700萬港元，直接將同期由成龍同李連甲分別主演嘅武打大片打到還擊之力都無覺。更加攞命嘅係呢部戲創造咗一個喺香港影史入面近乎神蹟嘅恐怖數據，當年足足有大約211萬人次買飛入戲院睇最佳拍檔。呢界面當時香港總人口得500幾萬，即係話差唔多有40%嘅香港人走入希球嘅戲院睇同一個光頭佬同埋 King Kong 搞震。一個城市40%人睇同一部戲，呢個空前絕後嘅紀錄維持咗超過40年，直到2024年先至被另一套本土電影打破。最佳拍檔之後，新藝城氣勢如虹，簡直係所向披靡。成個80年代，佢哋史無前例咁5次奪得香港年度票房總冠軍，由功夫喜劇、都市愛情，去到吳宇森嘅暴力美學、英雄本色，林嶺東嘅寫實風暴、龍虎風雲，幾乎冇佢哋賣唔出嘅類型。黃百鳴喺入面又做編劇，又做策劃，又做監製，有時連演員唔夠，自己都落場客串做衰老公。佢順理成章成為咗香港電影黃金年代最不可或缺嘅幕後推手之一。嗰段歲月係黃百鳴人生最光芒萬丈嘅黃金年代，亦係成個香港電影最耀眼嘅黃金年代。成個香港朝氣勃勃，百業興旺，戲院連午夜場都爆滿，明星多到數無晒，港產片橫掃東南亞、日韓，甚至連遠喺美國嘅荷里活都開始震驚於呢個東方彈丸之地所爆發出嚟嘅驚人創作力。但係月滿則虧，盛極必衰。新藝城內部嗰條因為利益不均而產生嘅裂痕，爆發得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快，而且極度慘烈。80年代中期，大老闆麥家見市道口，私底下同另一班好兄弟，包括洪金寶合作拍咗一部戲，仲選擇咗一條同新藝城利益完全對立嘅嘉禾發行路線。呢個舉動辣差咗背後嘅大金主金公主院線，覺得麥家食碗麵反碗底。公司內部高層從此面和心不和，開始出現嚴重嘅派系鬥爭。去到1989年，矛盾終於全面激化，黃百鳴精心策劃咗一部新片，極力爭取喺最肥嘅農曆新年賀歲檔推出。但係新藝城高層即係麥家同石天陣營竟然無情拒絕，將佢部戲剔出檔期。黃百鳴忍無可忍，覺得自己為公司立下汗馬功勞，竟然被當作地底泥。佢一怒之下，轉頭拉埋自己昔日嘅高徒老戰友高志森，過檔為另一間公司拍咗一部賀歲片打對台。結果黃百鳴部戲唔單止大賴，仲要喺票房上狠狠地將新藝城當年嗰部賀歲巨製打到落蛙流水。兄弟之間嘅可病正式浮上水面，宣告決裂。1990年，三位創辦人終於坐埋一齊攤牌。麥家同石天心灰意冷，認為香港電影已經去到歷史最高峰，物極必反，往後只會行沙坡。
加上當時翻版 VCD 開始肆虐，佢哋覺得係時候見好就收，分身家離場。但黃百鳴演可報，佢覺得大把世界有得做，堅持要繼續發展，意見嚴重分歧，根本無彎轉。就咁樣，叱咤風雲10幾年嘅新藝城宣告正式解散。香港電影史上最光輝、最傳奇嘅一章，以3個窮兄弟各走各路，不歡而散，畫上咗一個充滿遺憾嘅句號。但黃百鳴無停低，出走新藝城之後，佢一個人孤身作戰，另起爐灶。1991年，佢咬實牙關，獨資成立咗真正完全屬於自己嘅電影王國東方電影公司，由有柳世籌資，寫劇本製作、發行上畫，去到包底買院線，全部由佢自己一個人揸 fit。呢次佢終於做咗真正話事嘅大老闆。東方電影成立後嘅第一個農曆新年賀歲檔，黃百鳴就交出咗一份令全香港甚至全世界華人都跌碎眼鏡嘅抄完美成績單。1992年，家有死事呢部戲時至今日，每年農曆新年電視台重播，大家依然會坐定定喺電視機前面睇住佢哋唱相逢何必曾相識。佢絕對係香港賀歲喜劇史上無法超越嘅終極經典。張國榮、周星馳、張曼玉、吳君如、毛舜筠，再加埋黃百鳴本人，呢個神級陣容一字排開，單睇張宣傳海報已經令人血脈沸騰，買飛入去睇係常識吧。但係啦，報神作背後其實隱藏住一段充滿江湖味同戲劇性嘅驚險內幕。電影圈老一輩人人皆知，但後生仔未必清楚。原本家有識是三兄弟嘅男主角陣容，大細攞個角色係預落俾阿 Lam 凌子像作嘅，但臨開拍前幾日，阿 Lam 喺美國嘅豪華大宅突然間火燭，燒到渣都冇。阿 Lam 損失慘重，心神大亂，根本無心情搞笑，谷住要辭演退出。黃百鳴臨急抱佛腳，爭幾日就開機，成個劇組等開飯，去邊度拍個卡士夠大嘅男主角夠場。佢四處撲水聯絡，最後報投到當時得令紅到發紫嘅星爺周星馳。那年周星馳剛剛平治賭聖和逃學威龍，成為如意中天嘅票房神話。星爺一開口，個價錢嚇到黃百鳴爭啲跌低，800萬港紙，少一個崩都唔派。大家又知道黃百鳴當時手頭上同一個神級陣容萬人迷張國榮嘅片酬係幾多？只係295萬。哥哥張國榮份人極度好評。佢知道製作費緊張，自己主動減咗5萬文，同黃百鳴講：當幫劇組慳啲錢啦，我收295得啦。同一部戲，一個收295萬，另一個趁火打劫要800萬。黃百鳴先入面爆粗，但係形勢比人強，為咗趕賀歲檔期，佢咬實牙關，將嗰800萬一張支票開咗俾周星馳。套戲順利殺 call。搞殺 call 慶功宴嗰晚，全劇組大魚大肉，唯獨是周星馳因為有事遲到，未見人影。張國榮坐喺主家席，望住周星馳嗰張空位，拎住杯酒，笑騎騎咁對住黃百鳴講咗句窒到應一應嘅說話：喂，百鳴哥，嗰個收800萬嘅，仲未見人嘅。黃百鳴聽完，塊面當場黑過鑊地，尷尬到想響個窿轉落去。但係商場終歸係睇成績表嘅。當年農曆新年，家有識事一上畫，票房勢如破竹，最終狂收接近4900萬港元，再次打破當時香港電影史上嘅最高票房紀錄。見到盤數咁靚，黃百鳴對星爺嗰800萬再無半句怨言，直頭覺得目超所及，甚至想跪喺度多謝佢。家有死事嘅空前成功，徹底確立咗黃百鳴獨步天下嘅賀歲喜劇黃金方程式。群星雲寨拜年，家庭倫理大兜亂，笑料擺出，最後大團圓，結局滿場爆笑。呢條方程式佢往後食老本，用咗足足20年，
乜嘢花田死事、酒戚家有死事，派親都賣座。香港人每年大年初一實換團年飯，着住靚衫，走入戲院睇黃百鳴嘅賀歲片，成為咗整整一代人嘅集體記憶，係嗰個年代香港最日常、最溫暖嘅一種過年儀式感。但其實大家唔好以為黃百鳴淨係識用大卡士掟錢拍戲，早喺創立東方電影之前，佢已經喺刀光劍影嘅80年代練就咗一套極其恐怖、令人嘆服嘅低成本助聲絕技。只不過呢件事後來俾佢啲幾千萬大製作冚過晒風頭，好少人再提起。時間推返去1984年，當時仲係新藝城時代，黃百鳴見到市面上啲喜劇開始公式化，佢靈機一觸，自編自演拍咗一部叫《開仙鬼》嘅奇幻青春喜劇。故事橋段講一個清朝考咗18次鄉試都中唔到舉嘅落魄少才朱錦春，死後魂魄附喺一條麻繩上面，幾百年後竟然意外俾幾個現代中學女生執咗帶返學校宿舍。一隻古代老坑鬼遇上成班青春期反叛少女，從此搞出無數笑話。呢條橋聽落去極度荒謬，走唔搭八。但黃百鳴就係有呢個通天本領，將荒唐嘅劇本拍到成個香港嘅後生仔都肯排隊買飛玉4元。大家估下整部開心鬼嘅製作成本係幾多？連埋宣傳、沖印、演員人工，前前後後夾埋，只係區200萬港元。但上映之後，票房就好似坐火箭咁，直接衝破1700多萬，回報率幾乎係成本嘅9倍。呢個利潤比例喺電影界簡直係暴利中嘅暴利。更加犀利嘅係呢部戲捧紅咗一批完全冇拍戲經驗、青春無敵嘅素人女演員，羅美惠、陳嘉玲、袁潔瑩、李麗珍、羅明珠、薄安妮呢班女仔，全部都係黃百鳴親自喺街頭攞女發掘返嚟，又或者係公開試證揀出嚟嘅，事先毫無名氣，白紙一張，但係憑住佢哋清純健康喺鏡頭前笑聲朗朗、青春逼人嘅形象，一透氣出街，一夜之間成為咗全香港後生仔心目中嘅初代女神。外界傳媒幫佢哋改咗個朵，叫開心少女組。當年啲中學生個個書包都貼滿佢哋嘅閃卡。呢套以極低成本發掘新面孔，再用細劣碎直、詞術曝光嚟理知粉絲嘅偶像，養成模式，喺當年嘅香港電影圈絕對係抽前咗幾十年嘅神級商業操作。開心鬼之後陸續出咗4部續集，部部都大讚特讚。而嗰幾位開星少女各自喺娛樂圈開枝散葉，有人嫁俾天王張學友、羅美惠，有人成為一代性感女神李麗珍，在港產片嘅盛世年代裏面留下了極度耀眼嘅一頁。呢件事放喺今日嘅商界嚟睇，就係一個用200萬雞碎咁多嘅成本，用完全無流量嘅素人，靠動狗屁龐大收益嘅頂級商業奇蹟。黃百鳴呢個人天生就有一種旁人學唔嚟嘅市場直覺，佢好似識讀心術咁，知道普羅大眾收工之後最想睇啲乜嘢減壓，佢知道點樣用最寒酸嘅筆記拍出最多人肯乖乖地打開銀包買飛嘅大眾娛樂。呢種對市場嘅敏銳直覺，幫佢喺香港電影最好嘅年代穩穩陣陣咁企喺金字塔嘅最高層。只不過命運有時就好似佢寫嘅劇本咁諷刺，同一樣嘅直覺，同一樣嘅膽識，當去到錯綜複雜嘅資本市場、股票大鱷嘅世界入面，就變成咗引火自焚嘅毒藥。講開黃百鳴嘅眼光同埋胸襟，有單關於哥哥張國榮嘅秘史，絕對有同大家詳細講講。家有死事上畫之後，無奈聲勢浩大。有個台灣嘅頂級製片人，手入面揸住一個由香港才女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嘅絕頂好劇本，導演係內地當時名聲大噪嘅陳凱歌。套戲叫做《霸王別姬》，
講嘅係兩個京劇名伶橫跨半個世紀嘅悲歡離合。陳凱歌同製片人睇中咗莊國榮，非要佢演主角程蝶衣不可，覺得只有佢嗰種雌雄同體、風華絕代嘅氣質，先可以演活呢個角色。問題係張國榮當時已經簽死咗俾黃百鳴嘅東方電影公司做專屬藝人，合約定明每年要拍幾多套戲，期表排到密密麻麻，根本連一日嘅空檔都騰唔出嚟上北京拍大戲。呢位台灣製片人冇計可施，唯有親自買機票飛嚟香港，摸上東方電影嘅寫字樓黃百鳴，懇切陳情，講到聲淚俱下，求黃老闆放人。黃百鳴無即刻拖手踭，佢攞起《霸王別姬》個劇本，閂埋房門，坐低認認真真，一字一句由頭讀到尾。讀完之後，見慣大場面嘅黃百鳴雙手都有啲震，佢即刻打電話叫張國榮入房，極度激動咁對住哥哥講咗一句說話 ：Leslie， 呢個劇本實在係太完美，佢將會成為你一生人最偉大嘅代表作，你去拍啦。然後黃百鳴轉現到香港影壇大哥大最令人欽佩嘅江湖義氣，佢大筆一揮，主動將張國榮喺東方電影已經敲定晒嘅所有賀歲片檔期、廣告工作，全部無條件往後順延。佢一毫子違約金都冇收，就咁將自己旗下最啟錢嘅搖錢樹借咗出去拍人哋嘅戲，為嘅就係成全張國榮嘅藝術生命。1993年，《霸王別姬》喺法國康城影展大放異彩，一舉捧走最高榮譽嘅金棕櫚大獎，震驚世界影壇。程蝶衣呢個角色令張國榮由一個香港本土嘅流行天王，徹底升華成為國際影壇上永遠嘅不朽傳奇。張國榮係一個極度重情重義嘅人，佢從此對黃百鳴感激涕零。後來哥哥同東方電影嘅經理人客憂其晚，出面大把電影公司用幾千萬天價爭住簽佢，但哥哥依然自願留低，繼續幫黃百鳴拍戲，甚至每次傾片酬，記機都係自動打個大折扣，從來無會同黃百鳴計較嗰一星半點。黃百鳴後來接受訪問，回憶起呢段日子，每次講起都笑到見牙唔見眼。佢話請記機嚟拍戲係我呢世人最爽最舒服嘅一件事，因為真係幫公司慳好多錢。套戲需要大卡士客唱，打個電話，哥哥二話不說就嚟報到，拍完拍落右就走，一毫子車馬費都不收。如果套戲要嗰個擔正座男主角，只有我喺佢面前扮個苦瓜球面口，向佢喊窮，唉聲嘆氣呵，最近市道好差，公司好難捱之類。哥哥聽完大手一揮，霸氣咁講：得啦得啦，片酬8折啦，就咁打發咗我。呢段充滿人情味嘅往事，反映出當年香港電影圈嗰種惜英雄重英雄嘅浪漫。2003年4月1號，沙士肆虐香港，張國榮因為抑鬱症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一躍而逝。黃百鳴收到消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成為第一批喺封鎖線外守候、泣不成聲嘅摯友之一。同張國榮呢段跨越利益嘅深厚情誼，係黃百鳴呢大半世人月面最令旁人動容嘅一筆，亦係後來無論佢幾咁風光，或者今日落得如此下場，身邊認識佢嘅人總會偶爾提起嘅一段佳話。講真嗰句，一個人不妨有才華，不妨精明細膩，甚至不妨有幾分商人嘅狡猾，但係嗰種願意犧牲自己公司嘅巨額利益，將客腰檔期主動讓出去，純粹為了成全別人一套偉大代表作，仲要無討任何回報嘅慷慨胸襟，絕對唔係一班唯利是圖嘅生意人可以做到嘅。黃百鳴嘅內心曾經有個極度高尚嘅一面。時間巨輪轉到2000年代，香港電影嘅黃金歲月開始急劇退潮，翻版 VCD 同 BT 下載猖獗，亞洲金融風暴嘅陰影揮之不去。
荷里活特技大片大軍壓境，香港戲院嘅入座率一年差過一年，好多電影公司執笠，片場雜草叢生。黃百鳴的東方電影雖然在2001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靠銅鑼那陣一時風光無兩，但係上市之後嘅經營壓力從來無真正減輕過，拍幾套戲，有啲較好不較座，有啲較座但俾影評人鬧到飛起，來來回回，總之就唔係部部都賺。去到2009年，黃百鳴感到身心疲累，刊文由上市公司主席嘅位置退落嚟，進入半退休狀態。但就喺所有人以為呢隻電影界嘅老狐狸準備收山安享晚年嗰陣，佢同個仔黃子桓兩父子派住上做咗一件震動全宇宙嘅大事，令佢嘅電影事業迎來咗人生最後一次，亦係規模最大嘅一次巔峰。呢個項目叫做葉問，呢部電影由劇本構思、拉投資到發行宣傳，黃百鳴以總監製嘅身份全程落手落爪主導，佢力排眾議，交俾阿仔黃子桓負責寫劇本。嚟抗主，悔戰抗主，悔戰抗主，痛戰悔戰，董自縱對，宋戰抗主，痛戰抗主，痛主抗主，悔戰抗主，悔戰抗主，悔戰抗主，抗主抗主，抗主抗主，抗主抗主，悔戰抗主，嚟抗主抗主。2008年底，葉問正式上映。套戲嘅詠春拳法加上極具煽動性嘅民族情懷，瞬間席捲兩岸三地，票房口碑雙豐收，最終仲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度擊敗眾多強敵，勇奪最佳電影大獎。嗰晚係黃百鳴從影將近40年以嚟第一次以監製身份行上台捧組金像獎最高榮譽嘅獎座。戲入面，甄子丹對住班日本軍官大叫嗰句我要打10個，從此成為咗大中華地區往路世嘅流傳最廣、最入屋嘅電影金句，實鑄過世。黃百鳴父子檔繼續狂鼓，接連開拍葉問2、葉問3、葉問4完結篇，甚至搞埋張晉嘅外傳葉問外傳張天志，成個葉問宇宙橫跨足足10年，單單計算內地嘅總票房累積已經超過20億人民幣。去到拍葉問4嗰陣，甄子丹嘅身價已經水漲船高。黃百鳴有次極度得戚咁向傳媒爆料，話宇宙最強甄子丹拍呢部大結局嘅片酬，單部已經超過1億港紙，仲未計後期嘅票房巨額分紅。每次俾記者問到呢個誇張嘅天文數字，黃百鳴嘅語氣入面總是夾雜住資本家嘅肉痛，但同時又有一種唯獨是我黃百鳴先俾得起搞得掂嘅極度自豪感。同期佢仲監製咗由古天樂領軍嘅反貪風暴、遮風暴系列，連拍5部，喺內地狂收，總票房同樣超過20億。兩個電影系列合共幫佢掠咗超過40億人民幣嘅驚人票房，全部由黃百鳴一手策劃監製。以一個70幾歲嘅老人家嚟講，交出呢份神級成績表，成個香港甚至兩岸三地嘅電影圈根本無人敢睇小佢半分。佢絕對係當之無愧嘅影壇教父。但係喺呢啲表面極度風光、日日幾千萬上落嘅大茶飯背後，黃百鳴其實有段極少被傳媒大肆報道嘅三酸家庭往事。黃百鳴的太太徐雲娟，早在1970年代，她還是個月薪微薄嘅洋行小職員，阿津就已經跟住佢偽世界。嗰時黃百鳴無名無利，兩個人連個似樣嘅婚禮都冇鋪張，更加冇乜嘢名車豪宅排場，就咁靜靜地註冊，互相扶持過咗大半世，婚後生咗一仔一女，家庭一直好平穩。但係天有不測之風雲，1997年，正當黃百鳴東方電影事業處於衝刺上市嘅關鍵時刻，徐文娟突然間覺得個肚好痛，
去醫院一驗，晴天霹靂，卵巢癌，而且已經係晚期，癌細胞擴散到胃部同肝臟。醫生甚至私底下同黃百鳴講，叫佢有心理準備，太太可能過唔到呢關。聽到呢個消息，黃百鳴成個人崩潰，佢做咗一個當時好多生意人都做唔到嘅決定，佢幾乎推晒手頭上所有嘅電影監製工作，交際應酬，將成副心機放喺老婆身上，由內地動醫名家到香港做化療，再飛去美國海外尋求最新嘅標靶藥，佢陪做太太四處奔波，不眠不休。呢一場同死神博弈嘅抗癌戰，一打就打咗足足15年。15年之後，奇蹟真係發生咗。徐文娟體內嘅癌細胞，經過長時間嘅中西醫階合治療同休養，竟然奇蹟般咁全部消失，完全康復。喺醫學上可以話係極端罕見嘅案例。黃百鳴後來將呢段陪伴太太走過死蔭幽谷嘅吃淚經歷寫成咗一本書，書名叫做《各處求生》，鼓勵其他癌症病人。有一次佢上一個電視訪談節目，罕有地打開心窗，佢坦白承認自己後生嗰陣因為喺娛樂圈花花世界，見盡靚女，曾經對婚姻不忠，有過緋聞，令老婆傷心。佢話直到老婆病重，喺病床上面奄奄一息嗰一刻，我先真正如夢初醒，明白咩叫做執子之手，與子蛇腦，咩叫做真正嘅陪伴。喺嗰個節目入面，黃百鳴甚至着住成套大廚嘅白色制服，戴埋高高嘅廚師帽，親自拜師學藝，就係為咗喺鏡頭前親手煮一餐，口口俾病愈嘅老婆食。當一個70歲喺外面呼風喚雨嘅大男人，坐喺梳化講起呢段往事嗰陣，眼淚忍唔住喺眼眶度打轉。佢係真係極度感恩老婆可以執翻條命，屋企安頓好，全程嘅工作亦都做得四四正正。佢個仔黃子環早喺1997年喺加拿大讀緊書嗰陣，已經俾阿爸逼住開始練習寫劇本。2002年正式入行，跟住阿爸喺片場由低做起，一步一步學做製片、編劇，後來成為葉問系列嘅核心大佬。去到2018年前後，黃百鳴眼見個仔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於是將天馬影視同其他新業務嘅管理大權悉數交辦俾黃子桓，自己名義上完全退出管理層，退居幕後做顧問。兩父子完美地上演咗一次傳統香港家族企業嘅平穩交接。照理推論，歷史應該會俾呢段父子傳承，俾黃百鳴呢個電影傳奇一個最完美、最光輝嘅 happy ending。但係現實往往比電影劇本殘酷10000倍。命運偏偏喺2017年呢個節骨眼，同佢開咗一個致命嘅玩笑。天馬影視連續3年蝕大錢，黃百鳴極於甩手保本，神秘買家出現，1000萬誠意金落袋，收購進入直路。就喺呢一刻，一向精明嘅佢，竟然做咗嗰個令全香港人都喊爆頭、大惑不解嘅愚蠢決定，開4張支票俾亞美黃潔珍，發嗰幾條攞命嘅 WhatsApp 指示入市。點嘅？到底一個身家數以億計嘅大亨，點解要為咗區區100萬嘅水月鏡花去冒坐監嘅風險？事後有犯罪心理學專家分析過黃百鳴當時嘅心態。第一，佢可能存在嚴重嘅僥倖心理，佢覺得阿美買嗰150萬股票，銀碼細到好似跌粒糖落海咁。香港股市每日成交幾百上千億呢，區區100幾萬嘅買盤，點會惹起證監會嘅雷達注意？第二，佢可能以為自己嘅犯案手法好隱蔽，支票個數係親戚之間嘅事， WhatsApp 通訊又係私人電學，證監會就算識飛天遁地，都未必有權有心機去查一個普通師奶嘅手機對話記錄，但可以來來去話係家人善聊。第三，亦係最致命嘅一點，一個喺香港商圈、娛樂圈呼風喚雨咗足足半個世紀嘅老行軍，去到70幾歲人，長年累月習慣咗用人脈
用權力去解決問題。久而久之，佢對香港嚴苛嘅金融法律嘅敬畏之心同戒心，可能一早已經消磨殆盡。佢潛意識入面習慣咗出咗事，大不了列律師、雙叔懵人搭路搞掂佢啦。但係佢低估咗現代金融監管機構嘅決心同科技力量。證監會咬住無放，足足查了8年，8年光陰就係為咗將嗰156萬嘅資金流向，每一分每一毫都查到水落石出，將每一條信息發送嘅時間秒數同收購案嘅會議記錄完美對接，然後將呢份無懈可擊嘅鐵證狠狠地掟喺裁判官嘅台面。最終證監會贏得清脆利落。案件宣判有罪嗰日，整個香港嘅娛樂圈同金融圈陷入咗一種極度奇特嘅死寂，唔係無人關心，而係大家根本唔知從何說起，只剩下一片沉重嘅唏噓。微博上面關於向百鳴內幕交易罪成嘅話題，幾個鐘頭之內閱讀量突破1億。內地各大媒體瘋狂轉載，香港本地嘅報章頭版、網上討論區更加係鋪天蓋地被呢單案洗版。但係之前寫求情信嗰21個網人、老友、高層喺判決出爐之後，全部集體潛水，冇一個敢再企出嚟對住鏡頭講半句說話。黃拜明呢3個字，對香港整整2、3代人嚟講係有血有肉有感情嘅。嗰個喺賀歲片《家有囍事》入面俾老婆吳君如管住，成日戇居居耍笑嘅中年男人，嗰個喺後台扮苦瓜鉗向莊國榮砍重壓價嘅精明監製代佬，嗰個一手推動葉問系列喺台上激昂咁講，我哋香港電影一定要有自己嘅民族英雄嘅熱血老人家。佢喺大銀幕上同埋香港電影史幕後留低嘅痕跡係咁具體、咁龐大、咁真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黃百鳴嘅喜劇就係佢哋童年同青春時代最無憂無慮、最溫暖嘅一部分。但係鏡頭一轉，法庭上嗰個黃百鳴居然為咗贖身，用一套教阿美盡買，即係叫佢唔好買呢種侮辱大眾智商嘅辯己嚟對抗控罪，被裁判官用荒謬牽強4個字一筆將佢一世英名摧毀。呢2個極端矛盾嘅形象重疊埋一齊，令人覺得既可笑又極度悲涼。公告寫到明，黃拜鳴家族賣靠套現肆意8600萬港元，4億8千幾萬啊！對於一個一手締造過幾十億票房神話嘅電影巨人嚟講，如果佢只係老老實實跟足規矩賣盤套現離場，以佢70歲嘅高齡住半山豪宅，每日抱孫飲茶，安享晚年，有邊個會講半句閒話？大家只會派爛手掌，羨慕佢眼光獨到、功成身退，但佢偏偏要畫蛇添足，多走幾步，貪字得個貧，開嗰幾張支票，發嗰幾條短信，將一個本來安分守己嘅無辜親細妹捲入漩渦，當做犯罪嘅替死鬼工具，為嘅只不過係令阿美個戶口多嗰區區103萬嘅老鼠錢。講到底，貪心呢回事，從來都唔係用計數機去衡量值唔值得。貪心其實係一種習慣，一種喺早年刀光劍影嘅江湖搏殺階段養成，然後心肉谷碎，到老都解無術嘅劣根性，以為自己永遠係導演，可以操控一切，點知最後連自己都寫屎埋。6月9號就是正式判刑嘅日子，到時將近80歲嘅黃拜鳴將會知道自己晚年嘅歸宿到底係咪要換上另一種冰冷嘅囚犯制服，走入另一種重門深鎖嘅場所。嗰個場所無導演、無攝影機、無耀眼嘅片場燈光、無首映禮嘅閃花、無萬千觀眾，更加無會有震野越濃嘅笑聲。佢用一生心血打造嘅電影王國，始終會喺歷史留名。
最佳拍檔嘅票房神話，始終會係嗰個輝煌年代香港精神嘅最強注腳。《霸王別姬》嘅無私速成，始終會係影壇公認嘅江湖佳話。葉問嗰句我要打10個，亦必定會被世世代代嘅華人記住。只不過由2026年5月22號定罪呢一日開始，以後每次香港人再提起黃百鳴呢個閃靈靈嘅名字，喺一長串嘅光環同經典作品後面，永遠都會多出咁樣一行極不光彩嘅注腳。晚年因內幕交易罪成入獄，呢一行黑色嘅注腳係佢自己親手刻上去嘅。一個人可以窮半世紀嘅心血，挨盡無數風浪去建立一個不可一世嘅威名，但原來摧毀呢個威名只需幾條短短嘅 WhatsApp 信息。黃百鳴本來可以走得好好睇睇，贏盡掌聲，點知只係爭過一點點嘅貪念，就落得如此下場。香港地嘅故事每日都喺度上演，有喜劇，有悲劇。今日維港夜話嘅片就講到呢度，大家對黃百鳴呢個結局有咩感受？覺得佢係抵死，定係替佢感到可惜？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哋傾下吹下水。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記住撳個訂閱，俾個 like，同埋分享俾你身邊中意聽香港故事嘅朋友。我哋下期再同大家指密更多香港嘅奇案往事。拜拜。